为落实一区一公园政策，过去是台南县妇女会进驻的场馆，对民国107年迁出以后，市府为了保存历史价值，嘛顺应地方的需求，开辟成公3特色公园，成为适合亲子休闲的空间。上午市长黄伟哲在这议员陪同前来园区关心，嘛欢迎市民甲游客拢来这行行踅踅。这个公园，我想很多新营的民众，我们需要更多的绿地，可以作为一个休息的空间。那除了最近这一年多以来，除了长胜营区之外，我们也是积极希望能够开辟更多让适合新营民众以及适合外来的观光客来走走逛逛看看的地方。这样简单盘起来，我们就有几个地方哈，譬如说天鹅湖的地方，譬如说28公园的地方，譬如说这个公3或者是长胜营区，或大或小，但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希望充实公园里面的一些游具以及内容，让公园不仅是绿化，而且要优质化，让很多市民朋友跟外来的这个观光客能够有更多可以驻足停留的地方。根据了解，最近这一冬月来，除了公3这个公园，也有中胜营区、天鹅湖、228公园等等。市府表示，后一步就是要充实公园的设备甲内容，让公园不只是绿化，而且优质化，甚至成为学校户外教学的场所。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